歡迎光臨美孚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月台及大堂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烏溪沙方向之月台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往烏溪沙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大堂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大堂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大堂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大堂之升降機。